美国国防部日宣布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后礼拜会拜访夏威夷、关岛、菲律宾加日本，这是伊就任以来头一摆访问印太地区。学者分析，这主要是甲盟友加强印太安全合作，对台湾的安全也有正面的效果。另外，国防部一天侦测到55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湾。学者分析，这可能是咧回应台湾的小汉光操演。军事卫将专业日透早9点外记录到解放军815A 型电子侦察舰天宽星号出现伫宜兰乌石片东平大约30外海里的海峡附近，向北航行。其实前一天的下午2点到3点左右，解放军071型军武登陆舰、基蒙山舰、甲054型飞弹护卫舰、温州舰也出现伫同一块海峡，咱的海军拢有出动军舰来监控。多工舰甲双工舰快速驶伫海面，分别监控中国的军舰。也那国防部一日侦测到47架次的中国军机、7架次的中国军舰、1只公务船伫台海的四边活动。其中41架次的中国军机超过海峡中线。专家分析讲，日拄啊好是国军小汉光最后一天，无排除解放军是要回应咱的演习。也那中国军舰常常出现伫咱的东北平，除了收集情报，更较可能是咧测试美国和日本的底线。东北角的话，其实算是跟日本的与那国岛相连，暂时沿着这条海路，或许呢日本跟美国所要运补的军火物资，搞不好就是从这条生命线过来。但国民认为讲，假使讲台海的冲突发生，东北边的海峡会是美国甲日本提供台湾后勤补给的生命线，解放军会想要甲伊切断。另外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后礼拜会出访关岛、夏威夷、日本、菲律宾，这是伊上任以来第一届正式访问印太地区，按算会甲盟邦的领袖、美军的高层会面。北京快速的增加它的海上兵力，企图由陆权走向海权，所以在印太区域里面的国家的安全合作就非常重要了。苏志芬认为讲，美国防卫重心已经渐渐对欧洲转到印太地区，主要就是要对抗中国的势力扩大，唔但对弱化中国甲俄西亚联盟出手，也强化印太安全，对台海局势稳定有加分的效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